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敢有人知影今仔日即礼拜是今年第几礼拜？最后一礼拜啊吼，应该是第52礼拜啊。12月30号，明仔载最后一日，然后搁接续就要新的一年。我想时间咧过足紧。 有时拢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人生就过袂了啊！伫咱圣经内底有一句，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节，这是我真爱的一句圣经节。即个圣经节，我会甲伊分做几个段落，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伊遮讲爱人莫烦恼。 所以我这是用迄个和合本的吼，咱的汉语本伊讲一概无伫挂虑，咱的和合本伊写讲应当亦无挂虑，啥物意思？一概无伫挂虑，啥物意思？拢免烦恼，是安怎？是安怎拢免烦恼？反正无救啊，反正无效啊。 365日已经过363日，剩2日也免想做啦。我想毋是，即句的意思毋是安尼，伊毋是讲无效啊、无救啊、白付啊，伊毋是迄种意思。但是伊讲着讲无伫挂虑，因为咱有撇步。这是上帝所赏赐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撇步。伊讲要通过啥物物件？祈祷。 恳求甲感谢，祈祷、恳求甲感谢。哇，这3项拢最重要的哦，减一个拢袂使哦。祈祷、恳求，祈祷什么人？好，祈祷什么人？第2项啊吼，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所以对象是啥物啊？上帝，天父上帝。 你若祈祷妈祖，就妈祖负责；你若祈祷，你若甲爸爸讲，就是爸爸负责，对吧？敢是安尼？你甲啥物人甲啥物人讲，就是啥物人负责。但是今仔日，咱通过圣经所读的，伊讲要透过祈祷、恳求，这是会当恳求的哦。但是佫上界重要的，佫有一项就是感谢，将咱所需要的甲上帝讲。 然后上帝伫遮所要赏赐的是啥？若是汉语本伊所讲的，就是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上帝平安要搬过一切上帝所想会到的，伫啥物所在？伊就要赏赐恁，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 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什么所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意思？伊伫遮就是讲的是，当你透过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你所欠过的甲上帝来讲，上帝所要赏赐超越人所想象的平安，要伫。 基督耶稣内底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其中有几项真重要，就是第一个，伊讲着3种方法：祈祷、恳求甲感谢。但是真可惜，真侪时，当咱咧烦恼的时，咱真困难去感谢；当咱咧烦恼的时，咱真熬恳求。但是恳求啥物？ 恳求咱所爱，到底是咱啥物货是咱所爱，啥物货是上帝爱？这伫即个中间都有真侪当讨论的所在。然后咱所要恳求的，咱甲上帝讲，但是上帝负责，敢是？咱甲上帝讲，上帝负责，但是咱会袂记即一个关键，就是即个平安所赏赐是赏赐伫对通过啥物所在？ 是通过基督耶稣，这就真趣味啊！咱愿意祈祷、恳求伫上帝面前，
但是当咱真正在欠缺时，咱常常是离开主耶稣。咱感觉讲，上帝啊，你爱带领我行我所要行的路，但是却伫咱欠缺挂虑的时袂记住，即种的平安，爱咱甲主耶稣三角之地的时，你才有法度保守着咱的心，咱的念头。意思就是，恳求爱求，祈祷爱祈祷，感谢嘛爱感谢，但是袂使离开主耶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点。伫即个中间，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伫过去的一年的中间，2018年，你经历了啥物？伫即年的中间，咱有啥物款的成长？或是讲，伫即年的中间，你捌做过啥物货？你帮助过啥物人？你捌伫对一件代志内底，你有参与，所以你伫迄个中间有你的份。或是讲，伫咱的即年的中间，有啥物物件伫咱的目睭前来看到、来发生，然后咱伫遐来见证着上帝的奇妙甲伊的伟大。我想真侪时，当咱伫回想一年发生过啥物代志的时，咱真容易会用一个角度，就是我今年我得到啥物？我今年我有得到啥物？有得到啥物？过去我无的，有看到啥物？我过去毋捌看的，也是有食过啥物？我过去毋捌食到的。然后我伫即个中间真心满意足，感觉讲哇，真正袂歹哦！我今年哦有真侪真大的挑战，然后我经历着真侪。但是事实上，伫即个中间，咱经历过啥物？咱所要想的是，咱伫即年的中间，上帝透过咱所有的环境，到底互咱看见咱甲上帝什么款的关系？你有伫2018年的中间，深深掠着上帝，甲上帝做伙徛起？你有伫即年的中间来看见上帝伊所做的？甲咱过去的常常无共，所以常常发现讲，哇！我今年成长。过去我所看到的，我毋知影迄叫做问题。今年我看见迄叫做问题。伫过去的一年中间，你捌帮赞过是啥物？真侪时咱拢是手蠢的，咱真爱要得到物件，但是咱伫即个中间，咱到底要为着别人？来做着啥物，然后咱阁见证着啥物代志发生。伫圣经旧约圣经内底有一个人真趣味，即个人的一生非常丰富，伊叫做雅各。若是有读圣经检查知影即个故事的，雅各伊的名是叫做抓住，意思叫做抓住，因为伊出世的时是扭着什么人的骹出来？因兄哥的骹出来。伊扭因兄哥的骹出来，所以伊的名号做雅各，叫做抓住。即个雅各有一个可能真有名，大家拢真知影的，就是伊用一碗红豆汤去换着大囝的福气，所以到因老爸要祝祷的时，要甲伊祝福的时，敢有真正祝福着将大囝的福分互伊？有，真正有。咱可能伫即个中间会看见讲，哇！即个雅各伊足够用心机哦，伊知影因囝，伊知影因哥哥哦，足喙焦的时哦，因哥哥着神经大条，敢若想着讲我足喙焦，蛇到快要死啊！我若有去碗红豆汤来食，迄价偌好诶，管他伊啥物大囝的福气，迄拢看袂着，所以全用伊大囝的福气去换着迄碗红豆汤。然後要祝福的时，雅各佫拄着一个人会帮赞。甲伊帮赞，互伊用皮盖伫伊的手，然后去掠一只本来就已经有的精生，然后煮汤来互因老爸食。迄个是物人？伊妈妈。基本上啊，即个家庭对头到尾拢有问题，无一个正常的。含迄个小弟出来爱揪兄哥的骹出来。然后福气会当袂掉，然后伫迄个中间，
雅各开始要走路的时，伊走去佗？缅甸，对吧？啊，伊走去伊的阿舅遐，吼，走去伊的阿舅遐，然后带着两个某，啊，带着两个某，啊，真趣味就是伊爱的是对一个？细汉的迄个，啊，结果带着的是对一个？姐姐，哦，这个是太大的笑话了。所以伊为着本来要带迄个已经做7年的长工，后来发现带毋着人，全搁加做7年的长工，然后带两个某。啊了咧，伊拢总伫腊班遐，拢总做20年的工，所以后来搁有做6冬，啊，然后用手机，有斑纹的，所以羊仔生有斑纹的伊个，啊，若无斑纹的咧，乌的甲白的咧，就是因着人的。所以用即款的计谋，啊，全，互伊开始有财产，互伊开始有伊家己所得到第人生的享受。啊，搁来咧，伊要转去，要去看伊哥哥，伊将伊的萝卜，互伊行伫上头前，然后牛羊财产搁行伫头前，然后咧，伊的某甲囡仔搁行伫头前，啊，然后甲因交代，若撞着危险，阮兄哥吼，若要原谅我，要来甲我杀的时吼，恁爱赶紧来甲我讲，我行最后一个，所以我才会有走。敢会记即个故事？会记的吼。所以雅各即个人到底是一个甚物款的人？真奸，啊，可能嘛真有计谋，啊，然后咧，伊伫逼定伊的时，当伊要流浪出去的时，就伫迄个所在看见天开，然后有天使伫遐爬起爬落，哦，天梯看见天开了，所以甲迄个所在号做逼定伊，然后伊甲上帝讲，你若互我即抓出去，恕我食，恕我穿，恕我所穿的鞋无破，然后互我有命搁活倒来见我的老爸，我就尊你耶和华上帝做我的上帝。即句话啥物意思？即句话意思就是，雅各以前毋捌上帝，所以伊一直到伫迄阵要离开伊老爸的家，出去流浪的时，较重视去知影讲，原来即个上帝真正存在。所以，若要甲你立约，你着小恕我伫过去所行的路站，拢通平安转来，我才要尊你做我的上帝。创世纪伫即个所在写到即个所在，所有的内底，伊只要讲到耶和华上帝，拢讲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但是伊无写雅各的上帝。爱伫即个后壁以后，才有成做雅各的上帝，因为雅各伫即个中间，还袂尊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所以伊最后敢有转来？有，伊有转来。伊转来，佮带着财产。某囝，然后伊真济财产转来了，才有开始尊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伊后来嘛甲伊的兄哥和好，但是真趣味。伊虽然甲伊的兄哥和好，但是伊无当伊遐甲伊大。迄阵伊兄哥差不多住伫后来所讲的迦南，迦南地圣经内底所讲的迦南地。但是雅各伊搬去佗？伊搬去迦南的南边。我埃及的所在，所以一直到后来，因拄着饥荒，因走去佗讨粮，埃及。然后迄个时较知影，伊其中有一个囝伫埃及咧做大官，迄个啥物人？约瑟。亲爱的兄弟，假使你若去看雅各的一生，伊所行过的路站，其实就亲像有一出。足趣味、足好看的小说，伊所讲到的迄个人，却是真个活。但是伫即个中间，咱若用咱今仔日所讲的，雅各你经历过啥物？伫伊一世人行了的时，雅各敢有放下伊心内所想所爱的？其实，雅各伫伊一世人中间，一直拢无放下。即个人真高怪。
一直到伊知影伊个伊个11个囝，迄个约瑟已经死，伊当做约瑟已经死。然后要去埃及的时，伊个大囝甲伊讲，若要搁去埃及换牛，爱早啥物人去？便雅悯。爱早便雅悯去，人才要互伊牛。雅各敢要放？伊毋爱，伊甘愿枵死。伊嘛无爱互伊心所爱的囡仔离开伊去到埃及。但是最后，伊不得不放，因为伊若放，上加伊损失一个；伊若无放，因规家族拢焦灭。所以雅各是伫迄种的情形下底，才开始咧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伊才伫迄个中间重新去顺服。伊讲：爸，这个囝是上帝赏赐的。爸，我不再坚持了，因为我已经抓不住了。人一世人的中间所经过的日子，检采一直想爱有，想爱趁，想爱得到，想爱掠。但是咱若回想是安怎，雅各伫伊一世人的中间，一直拢咧安尼做，其实伊有一个个性，伫圣经伫咱所读的过程中间，拢无去互提出来，就是雅各即个人非常无有安全感。伊毋是因为爸，伊毋是因为爸，所以伊要掠，伊是因为惊，所以要掠。伊惊孤单，所以要掠伊兄哥的一骹出来。伊伫伊生命中间一直爱有所得到，但是当伊无法度得到的时，伊伫迄个中间有真大的挣扎。伊伫伊的环境中间，伊想要保守约瑟，但是伊失去约瑟。伊伫伊的生命中间，伊想要疼便雅悯，但是伊必须爱冒着失去便雅悯的迄种的心情，才会当互伊其他的人伫流失的中间得到存活。雅各即个人，伊其实伫一世人的中间，一直伫无安全感内底，伊一直想要有，一直想要得到，但是一直到伊要去到伫埃及的时，伊才会当亲像即个中间过去1年中间伊经历着啥物，伊才伫最后伫遐经历着，只有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其实雅各一生的故事讲到遮还袂结束，其实还佫足长的。但是伊最后要死的时真趣味。雅各伊毋是干那家己的囝来祝祷、来祝福伊。雅各上界特别的是，伊甲约瑟的2个囝，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叫做玛拿西，甲因祝祷、甲因祝福。所以伊看以法莲甲玛拿西亲像是家己的囝，事实上迄是伊的孙仔。然后约瑟带即2个囝来到伫阿公的面前，要请阿公甲伊祝福的时，以法莲是哥哥，玛拿西是弟弟。所以约瑟将以法莲带来到是咧，玛拿西是哥哥，以法莲是弟弟。所以伊将玛拿西带来到雅各的正手边。要用正手祝福大囝，然后用倒手祝福第2囝。结果即个雅各，伊毋知是调皮，还是因为伊有家己的想法。伊知影，伊伫迄个中间转将2只手交叉，用伊的正手去祝福迄个小弟以法莲，用伊的倒手去祝福迄个兄哥玛拿西，然后甲伊讲细汉的。要服侍大汉的要服侍细汉的要伫迄个中间得到大。所以伊伫最后伫遐咧祝祷的时，要甲伊祝福的时，伊既然将2只手甲交叉，约瑟甲伊讲，伊无听，伊讲我就是要安尼祝福。亲爱的兄弟，咱人一生拢有真侪无共款的个性。有时家己咧面对家己的时，嘛会感觉足奇怪，是安怎我会安尼做？
是安怎我会安尼行？是安怎我伫过去的一年中间，我会做即种的选择？有时含家己就无法度了解家己，但是有一项是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要来通过雅各的一生来所做的见证甲思想，就是咱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问咱家己，伫即年的中间，上帝赏赐我啥物货？上帝保守了我啥物货？上帝伊阁引带我啥物货？上帝阁为着我做啥物货？迄个主角毋是我，迄个主角是上帝。今仔日当咱伫一年过得要了的时，咱伫遮咧思考的时，其实无应该用咱家己做中心。即个世界毋是为着咱来转世，但是即个世界是为着上帝咧转世。只有上帝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当咱用另外一个角度咧问讲，上帝赏赐啥物？赏赐即个世界啥物？上帝安怎互即个世界有所改变？上帝安怎伫咱的生命、伫咱的环境中间有甚物款的转变？然后咱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讲，那安尼，我期待2019年要重新得到啥物货？请咱重新学习，世界毋是为着咱来转世，世界毋是因为咱来诚做大，世界毋是因为咱来诚做重要。但是世界是因为即个上帝伊的创造、伊的看顾、伊的引带甲伊的带领，互咱伫即个中间重新来问咱家己：上帝啊，假使你的旨意若要成就，我要安怎学习顺服伫你的旨意内？雅各伊甲伊家己内心的挣扎，一直到伊人生最后一刻骨，拢犹阁伫遐咧相搏。雅各伫迄个中间，一直想要掠，一直到伊最后，伊才愿意放弃讲：上帝啊，照你的旨意去食。那安尼，咱今仔日伫2018年12月30，今年特别结束的时，咱要用甚物款的心态，甲甚物款的态度来看咱过去的一年？今仔日咱会看讲，甚物人倒来真好。咱会看讲，甚物人有啥物成就真好。咱会想着讲，咱甲甚物人的关系，咱会爱去看啥物款的人。咱会看见咱家己是毋是钱有加添，健康是毋是有加添，还是伫今年的中间，咱有拄着啥物，互咱欢喜，互咱感觉讲，哇，上帝你对我有够好。但是今仔日，咱来重新换一个角度来问讲，上帝啊！伫几啊千年运转的中间，今仔日你爱我，甲你扮演啥物款的角色？你欠亏我为你做啥物？伫你今仔日伫即个所在的计划，你欠亏对一个老师，我要来做；你欠亏对一粒事，对一个工人，我要来传；你欠亏对一种的物件，要伫即个所在来成就上帝国伫地面上要互人看见的荣耀，无够的，我要来补。主啊，独独求你用我，用我所有的，用我所剩的，用我一生会当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请咱换一个角度，毋是用咱家己的心来做中心，但是咱重新用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生命的中心。当咱搁一摆转来到一届无得挂入。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一概无得挂入上帝的国所欠缺的，毋是挂入我所欠缺的。独独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上帝国伫地面上所欠缺的，甲上帝国。上帝国伫地面上所欠缺的，甲上帝讲。今仔日上帝会理解，咱要为着伊的国度有啥物款的尽心尽力，但是伫即个中间，还阁咧忧闷的时，上帝所赏赐人
超越上帝要所赏赐人会当了解、会当理解的平安，要定心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保守咱的念头。即个的主词是啥物货？毋是我应当应挂虑，伊头前的主词，即个头前的主词，伊毋是我应当应挂虑，而是在上帝国里面应当义无挂虑。因为我无搁再是即个世界的中心，独只有上帝是伊的中心。所以当咱咧恳求，当咱咧祈祷，当咱咧感谢的时，咱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拢知。愿咱伫2018年要进入2019年的时，学会向一个真重要的功课，伫咱所恳求的祈祷内底。伫咱伫教会生活内底，毋是用我来做主角，总是伫即个所在所藏的是上帝国，要做伫上帝国的主人，应该拢无烦恼，因为凡事上帝拢知。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个伫地。愿伊改变咱的念头，保守咱的念头，互咱重新看见着咱的价值。世界毋是对着咱来当世，总是咱要对着上帝国来当世。愿咱用即种的心来迈入新的一年，伫2019年，每一个人拢重新去找着咱伫上帝国内底的角色，三个来。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今年最后一摆礼拜，搁一摆献上阮平安的祭坛。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中间，虽然互阮有拄着无共款的事，检查有挂虑的，有开刀的，有破病的，有治疗的，也是伫即年的中间，常常在找医生的。甚至伫现在，还阁伫病院的。主啊，你互阮的心，伫阮所行过的路站，阮为着真侪事来操烦。主总是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重新换一个角色，互阮重新换一个念头，互阮无用阮家己来成做世界的中心来思考，互阮独用上帝国，你爱阮完成的使命。来思考，主啊，假使你若加赏赐阮一口气，阮就要学落你；假使你若赏赐阮手会振动会拍击，阮就要加做一蕊花来荣耀你；假使你赏赐阮有然后会当出声，阮就要吟诗来学落你。主啊，你若互阮的脚还阁会行。阮就愿意伫教会中间来见证你。主求你保守阮，求你互阮重新转换阮家己的心思意念，求你互阮无看见阮家己欠啥物，需要啥物，总是独互阮重新来理解上帝国的角色内底，阮会当成做啥物。主啊，求你使用阮。求你，互阮伫2019年的中间，重新来看见阮伫你面前的价值。求你，互阮伫新年度要来临的时，互阮来看见你天顶的荣耀，互阮愿意成做一拍小小的火，也照光阮四周围的人。主求你，互阮看见阮教会的需要，求你，互阮看见着人心内底软弱、欠缺、需要阮伸手帮助的需要。主求你，互阮有机会。通锻炼，亲像教练一样来带阮跑走头前的路站，毋是互阮伫爽快、舒适的所在，独是要互阮勇壮来跑走头前的路站。主啊，愿你互阮伫18年中间所得到的平安，你伫19年内底通过对阮的锻炼，阮更加要坚心头前来跑走。主互阮不只是坐咧，阮要徛起来，
互阮不只是徛咧，阮要头前来跑走，互阮伫所行所做诶内底，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内底诶听，阮伫即个中间要定睛看见阮诶家庭，愿你帮助阮，愿你手术开力到阮三角里底，愿你通过主耶稣降生伫地面上所带来诶希望，甲异象，也要伫阮甲阮诶教会中间，搁一摆互人看见。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诶名，阿门。